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看《怪客灵门》，我是宋敏欢。懂您讲，say more， 也就是女孩子不适合做喜剧，但我觉得根本就是一个很大的误解。近年来，不管是漫才圈、脱口秀圈，还是我们相声圈，都出现了很多很厉害的女演员。给我们一个来宾，也是一位很年轻又杰出的女脱口秀演员，她要来跟我们一起打破一些性别的框架。我们掌声欢迎吴佳玉，欢迎！大家好，我是佳玉 ，Hello。其实今天真的是蛮兴奋的啦，因为其实做了电视才知道，要邀请到合适的女脱口秀演员来上电视节目，其实蛮不容易的。哦，真的吗？对，因为那些比较有知名度的女脱口秀演员，通常不是费用太高，哦，就是年事已高嘛。哎，我发现你蛮敢讲的，不怕得罪前辈啊。因为他们应该也不会看这个节目。有道理耶。好啦，其实今天邀请你来是想要跟你分享一些我们传统客家人重男轻女的观念，又想让你看一看，这些传统客家人的观念，你有什么想法？这样子。但我可能没办法给你一些很有深度的看法，毕竟我也只是一个脱口秀演员嘛。没关系，没关系，因为深度一直不是我们这个节目的卖点。哦，那就好了。哦，原来如此。对，放轻松。你跟我们节目很合，没有问题。太好了哦，现在放轻松了。对，今天是准备了几个客家的俗谚要分享给你，那里面都有一点重男轻女的观念，你不用特别提出什么样有建设性的见解，没关系。OK， 但是你要用脱口秀演员的幽默感来吐槽他，好，可以吗？可以。吐槽应该是你的专业，没问题吧？应该。怎么那么迟疑呀？好了，试试看就知道了。我们来看看第一个俗谚是什么呢？这个俗谚叫做“拉诶大批，拉诶大批，小坦发希，小坦发希，心求大批，心求大批，我弄万里，我弄万里。”是不是很像火星文的感觉？我完全看不懂什么意思。写成国字还是看不懂的感觉，对不对？对啊，最后那一句“浓华丽”是什么意思？这很像菜名哎，什么滑蛋蛤蜊吗？滑蛋蛤蜊是不是？我们节目组是没有给你便当，是不是？没有吃饱。没有啦，我们来解释一下，我们来拆解一下。首先哦，看到这个“来仔”有没有？“来耶”其实是儿子的意思，大家念一遍哦，“来耶”。来耶，那媳妇是刚写的那个新旧叫心求，心求。那如果你生了一个女儿，她叫妹妹，写出来呢就是这样子。妹子，妹子，妹仔，妹子啦。为什么一定要讲妹子啊？就只想你看摩亚啊，他在跟我说我是个摩亚啦。哦，是吗？你这样认为的，是不是？把他当摩亚，是不是？他摇头哎，他摇头哎。这是我们的主咖，对他友善一点好不好？好啦，再教你几个啦。男孩子的客家话叫做 “say 来耶”，来念一遍 “say 来耶”。女孩子叫做 “say 么耶 ”，“say 么耶”。怎么样？有记起来吗？没有，我现在还在有点创伤症候群。刚刚的部分，而且连第一句刚教的是什么都忘记了，对不对？我忘记本来是一整句。好了，我来跟你讲刚那句话的意思哦。刚那句话的意思其实是说，儿子放屁可以消除痰意，化解闷气。媳妇放屁却会拉出来满地脏脏的脓液。哦，哇，这什么音效啊？有点臭哎。对，怎么样？这句话是不是感觉蛮糟糕的？是不是？以后这么糟糕的话，我还是不要跟着讲比较好。那个脱口秀演员很怕被延上，你知道吗？脱口秀演员怕延上，真是很怕啊！你们不是很享受延上吗？前提是也要够红，然后被骂才。有流量的才可以享受延上，是不是？是。好啦，刚那句话其实只是一个比喻，它有引申出来的意思。它引申出来的意思是说，不同的人做同样的事情，却会因为当事者的主观感受产生不同的评价。哇，好像也不是一个好比喻耶。你不能只说他不好，你要吐槽他，用脱口秀的幽默的方式。哦。你要想这个儿子放屁会化解痰气，什么化解痰气是吗？闷气跟痰意，对，这就很没有逻辑啊！我不相信你今天你爸很生气，是，然后你就走过去，你爸就突然就哇，谢谢你，我心情好好，不可能，太奇怪了吧？不可能嘛！今天就算是彭于晏，在我面前放屁，我也不会觉得蛮爽的啊。蛮爽的啦，换彭于晏就可以哦，所以这句话应该改成彭于晏大批小坦发希。不行，要贝克汉。
改成外国人是不是？我现在比较喜欢外国人。这一句话只是一个旧观念了，现在越来越多客家的长辈也越来越先进，越来越开明了。不但不会对媳妇不好，有些人对媳妇比对儿子还要好。哎，真的，我家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家也是这样哎。哦，人怎么还没来啊？baby， 怎么那么久啊？我好紧张哦。我们交往了3年，今天是我第一次要见你妈咪耶。不用紧张，我妈人很好的。可是你们客家人不是有说一句话吗？什么话？赖大批，小坦发希，心求大批，欧农发的吗？那是旧观念了，我妈很开明的，放心好不好？好，走。哎，我们家到嘞。这么快？keyboard 老师，我要按门铃了。啊，你没带钥匙啊？不是我，如果带钥匙的话 ，keyboard 老师会很无聊。啊。哦妈，我知道有点突然，但她是我交往3年的女朋友，未来她可能就会变成你的新皮哦。哦，这是你女朋友哦？阿英吼。啊，你是谁？奶黑娘来，我是你儿子啦。哎呦，哦，我有来哦。废话，你丧失记忆了是不是啊？哎，我没有丧失记忆啦。我只是不想让大家知道这个胎弄骨是我来耶。阿姨，什么是胎公骨啊？哎呦，就是笨蛋啦！我觉得他真的是胎公骨哎！我跟你讲，他从小就是个胎弄骨，他现在比以前更胎公骨。我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更胎弄骨呢？这样好吗？哎呦，不知道。我在这儿，我全部都听到了，你们麦开着，知不知道？哎，脚酸呢？哎呦，你脚酸了，赶快进家门啦！外面真的脚酸，赶快进来，坐，快点！阿姨，你坐。你坐。阿姨，你坐。你坐。我有太粗鲁了吧？我还不知道我未来的新 Q 叫什么名字呢？他叫佩轩。哎呦，佩轩哦，这个名字很秀气呢。我也觉得。你叫什么名字？矮黑敏欢，你哪来耶？说过几遍了？不重要了，不重要啊！我说佩轩呐，你有没有想过，以后如果嫁来我们家，要生几个小孩？等一下。妈，第一次见面不要问这么刁钻的话题，好不好？阿姨，我以后不想生呢。哎呀，我妈想要抱孙子啦！什么？你不想生？完蛋了！怎么那么聪明啦？啊！佩轩，来，我跟你讲，这年头养小孩很花钱呢。阿姨，我也是这么想的哎。还不如把钱省下来投资自己。阿姨，我也是这么想的哎。再说，如果生出优秀的小孩就算了。如果生出像我赖一样大的胎弄骨，怎么办呢？阿姨，我也是这么想的。你是打路机是不是啊？我跟你讲，他从小就是个胎弄骨，他现在比以前更胎公骨。我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更胎弄骨呢？那就惨了哎！这样我如果有生赖的话，那大家你们听见没有？我在这儿，我不是胎公骨，我不是胎公骨，我不是胎弄骨了。我不是胎弄骨了。你看这个胎弄骨没救了。阿姨，我也是这么想的哎。我们是不是有心电感应啊？真的，从来没有人跟我这么 match。既然这样的话，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你这么该啊？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不要跪下！妹妹，姐姐，不要下跪啊！你们两个。以后我的房子就是你的房子，我的车子就是你的车子，我的来耶就是你的来耶，宝贝。怎么该？叫干妈啊！救命啊！叫！好了，掌声鼓励啊！掌声送给佩轩。哇，这就是我在我们家的写照，连狗还不如啊！没看过穿西装的狗哎。真的是，应该把这个脱掉。好了，我们来看一看下一句俗谚，这句话叫做“玉岛太祖把门逢，江岛妹下主公”。来，给我念一遍哈。拒绝，我拒绝。为什么？你们是怎么找到比上一句更糟糕的俗谚？
这句话你看得懂是不是？我知道啊，他就是在讲说，哎，养到大猪可以光耀门楣，生到女儿只会丢祖宗的脸，是不是这个意思？真的就是这个意思。你看，那你作为一个时代女性，你会想要怎么吐槽这个？不是这句话也很没有道理。你看嘛，为什么养到大猪光耀门楣，生到女儿就会丢脸？你看猪，她也是别人的女儿啊。哦，有可能哦。你看佩猪，她是一只猪，也是别人的女儿，还是很多人喜欢她哦。哎，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很励志的感觉。对，所以我要跟大家讲，不管你是一只猪还是女儿，都是很令人骄傲的一件事。啊，掌声鼓励！有没有？对，学到一课了。各位，就算要当猪，我们也要当一个好猪，是不是？就这个意思。好啦，这其实也是一个蛮旧的观念。现在我们台湾的社会里面，优秀的女生哦越来越多，越来越厉害了。所以很多客家的家长不但不会排斥生女儿，甚至特别想要生女儿。哎，真的，我朋友就是这样。真的假的？哎呦，哎，不是，你干嘛这么难过啊？怀了一个妹，哎，等于多了一个掌上明珠，没什么不好的吧？医生呐，我老公是客家人，我现在怀了一个妹，哎，不知道我老公能不能接受。就算我老公能接受，我婆婆也不见得能。能，太能了！老公，台农顾以神，我已经换角色，不是台农顾了啦。这不重要啦，老婆。不瞒你说，从你怀孕开始，我就一直期待你生一个妹。怎么会？你们客家人不是有一句话说“用到胎足把门缝，用到妹下足弓”吗？嘘，不许你胡说！你怎么会有这么陈旧的观念呢？现在这个社会上，生妹比生来出风头的太多了。就会讲咩？你们两个不要再安慰我了。自古以来，谁来对社会都比较有贡献。谁说的？哎，历史上的皇帝都是谁来？你不要忘记，历史上还有武则天哦，她的能力一点都不输那些男的皇帝。对，谁来有李白？生妹有李清照。谁来有 Super Junior？ 生妹有 Blackpink。谁来有防弹少年团？生妹有飞天小女警。可是他们一个是古人，一个是外国人，我们台湾哦没有这种环境了。哎，不对哦，话不能这么说。你看看我们台湾的女学者有这么多，哎，女医生也不少，女立委也这么多，连总统都是 C 妹。当然当的好不好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哎，我去你的吧！有完没完？您别挨骂了，真是。有完没完？等一下！你们是在讲相声是不是？不是，老婆，你仔细想想，我们台湾的 C 妹这么优秀，有的时候做得好的地方比男生还要好哎，好像是这样哎。做得烂的地方又不会比我们 C 拉也烂，对不对？哎，你说的很有道理耶。怎么样？是不是觉得生妹比生拉有希望，对不对？错，生妹是不是很棒？嘿，再生一个妹好不好？好，走，我们再去生一个妹。哎呦，等我生完这胎再说啦。掌声鼓励！脱衣服，太奇怪了吧？哇，这个是有小三是不是？没这么复杂。我们来看一看最后一句俗谚是什么呢？念讲东喵讲，红颜薄命的意思，你有什么想法吗？非常认同啊，认同啊。因为我活得蛮好的。不可以这样自暴自弃啦。好的。以前的人会说你讲东喵讲，是因为以前男尊女卑的社会里面，长得漂亮的女生哦，容易受到比方说有钱有权的男人争抢，又没有能力保护自己。但现在我们男女的地位越来越平等了，受到欺负的人哦，就不见得是女生嘛。对，没错，没错哈。吴映洁，上课了。喂，我听你们班导说，有人带头作弊。说，是谁带头作弊？报告教官，我自从进了高中以来啊，都是遵纪守法，不可能作弊啦。报告教官，我不可能作弊呀！神经病啊！
吓我一跳。不承认是吧？没有关系，把书稿举过头顶，发起！哎，这太不讲理了吧？发起！手抬高一点，缩小腹，抬高，抬高，一毛刮一下好不好？哇塞，太嚣张了吧！我在抓作弊，这同学在给我睡觉啊！同学，把头给我抬起来！教官，怎么了吗？教官，不要这么陶醉好不好啊？你也是啦。哎，赶快问他有没有作弊，快点！他看起来不太像作弊的人嘛。你怎么知道他会不会作弊？你问，这么善良，这不用问啦。你问，他就不像嘛。有可能啊。那不然，同学，你说你有作弊吗？黑矮，是我带头作弊的。啊，不是他，报告教官，不是他，黑矮带头给。哎，对嘛，我就说是他嘛。他都已经承认了，是他。哎呀，不是他，是他，不是他，是他，是他。你们是尖叫鸡是不是啊？就说不是他嘛。哎呦，你们不要再保护我了啦！报告教官，黑英文信箱，他临时说要考试，大家根本来不及准备，所以是我带头作弊的。如果有更多时间准备的话，大家一定会用功读书，根本不需要作弊嘛。keyboard 老师不要再弹这种音乐了，好不好啦？哎，虽然他动机良善，但这也不是作弊的借口吧？是，这就是作弊的理由啊！临时考试嘛，没时间准备会作弊很正常嘛。屁啦！啊，要归咎责任呐，那就是嘉玉醒堂的错啊，他就不应该临时考试，我们应该啊。要把嘉玉醒堂抓过来骂一顿，同意；骂一顿，同意；骂一顿，骂一顿，骂一顿，同意，同意，同意！你在选总统是不是啊？你们小声一点啦，很可怕哎。这有什么好怕的？嘘，你给我闭嘴！刚才是谁说要骂我啊？哦，是嘉玉醒堂啊！这个我刚才没有骂你哦，我只是在哄学生。教官，你刚刚不是说要骂他吗？对，要骂他。骂谁呀？教怎么敢骂？教官！教官！教官！你在川剧变脸是不是啊？你有没有搞错啊？怎么？我是教官呢，每次都是你打我，你有没有搞错？我习惯了啦。莫名其妙。不是啊，教再来一官次。你为什么会这么怕嘉玉老师嘞？哎呀，你不知道，干嘛啦？他在当英文老师以前是剑道选手啊，在当剑道选手以前是柔道高手哦，在当柔道高手以前是职业杀手啊！哎，老师你很多才多艺耶。我也是刚刚才知道。哦，你离我远一点，好突然够了哦。没？够了没？够了没？校长，校长，哎呦，你们班作弊的事情我都听说了哦。你是不是想包庇菲菲啊？报告校长啊，不是包庇，不是什么？关爱，关爱呀，关爱，恶心！你 fucky， 不是我是教官哎，教官就是要 fucky 啊，教官就是要 fucky， 当然啦，不然你包这个粽子干什么？我是粽子啊。哦，对不起，校长啊，校长打我啊！对不起 ，fucky， ，fucky，说哪？
哎，椅子。哦，椅子。好，你这么积极干什么？莫名其妙。快点，举高，收小步。哎，菲菲，来，校长，校长跟你说，不管基于什么理由，你作弊就是不对。没错，你不可以再作弊了。我保送你上大学啊！你根本就不是校长吧？你看出来了？这林演根本就是来乱的吧？打他！好了，我们节目今天为大家介绍了3个客家的俗谚，都有一点不合时宜了。主要是想告诉大家，不管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受到欺负一定要想办法好好的保护自己，要勇敢站起来。但是也不要诉诸暴力的管道，好不好？好了没？演太多了啦！是吧？好，掌声鼓励。好啦，为大家介绍今天所有的演员，首先是吴映洁、菲菲、王维、吴思伟、吴佳玉、林佩萱，还有我宋明翰。关行你们，下礼拜见，拜拜。哎，跳舞，跳一下。